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宣扬运大同。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金万点有。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。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。善智遗子离苦轮，26手一，武器朝元一记挥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。济人醒世归一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拓莫除疑。硕师点化脱苦支，学至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。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应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四明天下通。五经虽无错，过误但改入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是龙即肱骨。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晨训练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切逆不缠，炼精心头正。驱邪除秽是安宁，无路前言亨利贞。诵此佛经，无慧双增长。诵此佛经，祖孙得安宁。诵念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黄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咒，确保耳切持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故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佛，恭
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第2遍。既是情深照3000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88圣玄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者情深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疑云，阳光普照道德阳。万般宣扬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收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，佛经说破红龙吟。战至遗子离苦轮，26十手一，武器朝元一记挥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。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世醒世归一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硕师点化脱苦支，节制中庸病。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真至贵点灵台。命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政事明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，拨物但改入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树龙及肱骨，自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颂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切内不残，念经心头正。虚学词汇是安宁，不入前言亨利真。诵此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佛经，主身得安宁。诵念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
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何保平安？不诵此经，奉上神咒，确保耳切持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故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元年，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真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迎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下，无影山泉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气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秦岭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知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华显神通。扯起赵旗遮日夜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四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将，
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无妨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人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王正二。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守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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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全贤，大家共同付出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。谢谢王副领任，晚安。感谢点人师，大家晚安。经理晚安，徐讲师晚安，副领任晚安。严禅师晚安，谢谢各位前贤一起诵经回向哦，晚安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简经理晚安，徐讲师晚安，王副领任晚安。洪坛主晚安。感恩父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